真大的提醒甲安慰，咱真欢喜，咱会当相见，咱同齐来用，听，互咱自己斗阵，安尼来继续，咱来彼此亲爱，听，互咱三甲自己，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谢咱今天咱来，咱来看，请咱头一节，咱同齐要来读领受上帝的话。同齐来做念领受诗篇，诗人伊学乐上帝，咱来用这正做咱敬拜赞美进前的学乐，来，咱同齐做声来读。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的慈爱，到伫永远，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到代代，因为我捌讲，慈爱要受建立到永远。你要将你的信息坚固伫天里。来，下一张诗篇113篇第1节到第3节，恁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的路途啊，恁着学乐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乐的。咱同齐起立，来吟这首，咱唱歌来学乐。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我要唱歌，
是叫万达，我要唱歌予人知。从此所在，定到是叫万达，我要唱歌予人知。用一切以表主耶和华。再来领受上帝话。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咱同齐来领受。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该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千章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该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来领受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我着听出比亲像家己，我着听出比亲像家己，你着真心真心真意。主你的上帝，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我着听出你亲像家己，我着。亲像家己，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咱搁来领受上帝的话，伫诗篇100篇第1节到第3节，咱同齐来领受。全地着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到夜的情情，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来，请云丽讲。春天。
好的土地，就是人听道理，也承受伊，也结实。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今天咱请仁和长老跟长阳兄先带领咱来认第一站，咱听因来认，咱同心来为咱家己祈祷，也为咱的教会祈祷。我的心是土地，爱情路，你的话，若是阮困栽培，就要结实。感谢上帝，你也照你怜悯甲恩典，使阮赐福伫阮的中间，也互阮的教会得到你的造就，成做上帝你的欢喜。为阮每一个人，这个时阵信心感动阮的心的时阵，阮特别伫这个感动的中间，阮将阮的心献伫你的面前，求上帝。你施落你的道理伫阮的中间，互阮知主的道理是真正生命的道理，要长大伫阮的心内底，互阮会当定定互相勉励，行踏效主的旨意，敬虔拜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留下这平安。这是咱的吟诗，学了咱的主。圣圣诗第125首，美妙主耶稣，请起立吟全首。请坐。三接咱按头来祈祷。亲爱主，阮今早起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阮喜爱听上帝的话，因为你的话是阮生命的亮光，是阮活命的美妙。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离开你，阮袂做啥物。只是阮邀请主你圣神自由运行，做工伫阮的中间，互阮有受教的心，通听的耳，直到互上帝的话进入阮的内心的时，会当结出好的果子来荣光主的名。阮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咱来启用，我来启，听这来引。诗篇32篇，启用文11篇。罪得到赦免，罪恶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果心无奸诈。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绵日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
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以上作者圣歌队今仔要来为咱献的诗是福音正声的大段，咱请圣歌队。前，马街宣教师来到泸州，报传得救的消息，互福音的真声大谈。搭邀请咱每一位信徒三角有分地，用这个福音经的行列，互上帝听世间人的故事，继续传扬。
感谢圣歌队为咱所献的诗，这是咱来纪念新的改名，请起立。来，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廿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毋了解是转入我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概念，互你指定着三条，亲像我捌听你，你若三条，你若三条，正人会明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接着，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7章第9、第8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显着兄弟来看，我来读。第1节，有法利赛人甲过来的经学士自责就问耶稣，因是对耶路撒冷来，也捌看见伊的学生中有会用俗手伫食，就是袂有洗手。因为法利赛人甲正犹太人拢是규集古早人的流传，若无出来洗伊的手，就无食。对家己转来，若无洗也无食。因所受来即手的也有侪项，亲像洗杯、罐、东器遐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问伊讲：你的学生无照古早人的流传来行，用俗手来食是怎样？伊甲因讲：以赛亚所传语，指伊过好的人，真正就是照所记载讲，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若是因的心离开我，因敬拜我是空空，因为因用人所命令做教事来教示人。安尼，你是放杀上帝的诫命，규集人的流传以上。讲到咱今仔日邀请李家如牧师来到本会，来为咱证道找回起初的爱。咱将时间交予李牧师。兄弟姊妹大平安，真欢喜今日会当来到遮，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进前未做牧师的时阵我捌做过咱长老教会台北地区的一个东陵营的营会营长啦，第20届的营长。这个营会是咱北区咱台北地区的真侪间教会联合的青少年的一个营会。阮迄当第20届，阮的主题就甲定做找回起初的疼。会定这个主题，是因为这个营会已经办20冬啊。上起初设立创办这个营会遮的人拢因为侪使命，也是讲工作的关系，也是讲家庭的关系，尾仔拢离开这个营会。造成后来接手主办这个营会的人无清楚嘛无明白，到底起初办这个营会的目的是啥物？大家拢是照着过去的传统去做，所以嘛，互这个营会尾仔充满侪问题。较早有人做过一个试验有人就是将5只猴关伫咧一个笼仔内，内面就放2条绳啊扭正手边即个绳啊会落金石，扭倒手边即个绳啊会呛大水，尾仔试验的人就甲猴甲放入去放入去了这5只猴拄开始就是足好奇去扭正手边的绳啊，一扭落来就落一堆金石嘛，因就食了足欢喜的。
啊嘛有猴嘛真好奇吼，啊就去扭正手倒手柄即条锁，一扭落来吼，就呛大水吼，啊呛甲所有的猴拢澹糊糊啊，真艰苦。啊，但是真趣味吼，猴拢有一种事物学习吼。啊，尾仔一段时间吼，猴敢若会去扭正手柄的锁，袂阁去扭倒手柄的锁。即个时阵试验的人吼，尾仔伊就阁从内面吼2只猴甲伊掠出来，啊放2只新的入去。啊，这2只新猴共款的入去时阵吼，我就感觉真趣味吼。啊，看到旧猴吼，拢会去扭，迄3只旧猴拢会去扭正手柄的锁嘛，拉金蕉吼。啊，因看到时阵吼，伊嘛吼对你扭吼，扭正手柄的锁啊，拉金蕉。但是这2只新猴吼，一段时间感觉足奇怪吼。啊，啥迄旧猴咱拢袂去扭倒手柄的锁啊吼，所以因咧好奇心就来吼。啊，因就吼，迄2只新猴就是讲要去扭迄倒手柄的锁啊。啊，当因要去扭时阵吼。啊！这3只旧猴吼，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嘛？扭倒手柄会安怎？会呛大水吼，所以因足紧张的吼，因为无想要变落汤鸡吼，应该讲落汤猴哦。啊，所以因足紧张，就紧走过吼，去甲扭着伊的手，哦，迄2只猴甲扭着，啊，就甲拍吼，伊甲拍，哦，拍甲吐的。啊，尾过一段时间吼，啊，这2只新猴就点点吼，毋敢啦。啊，但是吼，过一段时间吼，这2只新猴吼。开始好奇心阁来啊！啊，伊阁想要阁去扭吼，啊，当伊要去扭时阵，哇，这3只旧猴就阁愈紧张啊！顶个甲拍无够吼，即个就阁掠过来吼，阁拍到要半死吼。啊，真特别是吼，过一段时间吼，内面的5只猴共款拢因敢若会去扭正手柄的锁，袂去扭倒手柄的锁。即个时阵吼，做试验的人吼，就甲第一届放入去，迄3只旧猴全部拢掠出来。啊，佫放一只新的入去，啊，即只新猴共款吼，看迄第2届迄旧猴伫遐扭正手柄的锁，拉金蕉吼，啊伊嘛对你扭，共款迄只新猴嘛是感觉足奇怪吼，啊咱拢袂扭倒手柄吼，啊伊嘛是足好奇吼，啊伊就共款要去扭吼，但是当伊要去扭时阵吼，啊迄第2届放落，迄就甲掠过来甲拍吼，拍甲要半死，啊真特别吼，同尾啊吼。因共款吼，敢若会去扭正手柄的锁啊，袂去扭倒手柄的锁。但是真趣味的是吼，我要甲大家讲吼，同尾啊，这3只猴吼，因拢毋知影扭倒手柄锁啊真正的意思是啥。吼，真正的意思应该是呛大水嘛。但是尾啊呐，尾啊变做是你敢若要去扭吼，就敢若做毋着代志共款爱互拍。吼，咱来看咱今日的经文吼。哦，因为我是用和合本的，咱来用华语来读一解吼，来请。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的门徒中有人用熟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居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漱，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今日咱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吼，记载的是犹太人所留落来过去的传统的习惯。犹太人其中有一个教派叫做法利赛人吼，因非常的遵守犹太人过去留落来传统的习惯。法利赛人是一个外表固守传统的人，所以因每一摆食饭前吼，拢有洗手的仪式。因嘛无洗就无要食吼。而且因历代还佫有真侪规矩吼，包括因可能洗杯啊啦、洗干仔啦，还是洗铜器等等，
拢有因清气的仪式。应该讲因会感觉无洗就无清气，甚至搁较严重的就是无洗就无圣洁啦。所以因食饭前看到耶稣，安那会无洗手所以法利赛人因充满惊讶啦。惊讶台语咩讲？惊吓惊吓也是讲着惊法利赛人自耶稣来了后其实拢不断挑战耶稣是用，而且伊是用传统的观念来挑战耶稣。咱来看马可福音2章16节伫即个所在法利赛人伊就质疑耶稣甲迄扣税的罪人共倒食饭嘛。要耶稣讲啥？耶稣讲有病才需要看医生。我来是要呼召罪人，毋是要呼召义人。伫个马可福音2章13节到14节23节到24节，当法利赛人佫指责耶稣的门徒伫个安息日，干犯安息日啦，做工摕物件来食。耶稣伊佫回答讲啥？讲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的，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生的。我过去一直咧思考即句话啥物叫做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的圣经讲上帝6日来创造宇宙万物，看一切拢是好的，第7日就安息。敢讲上帝就是无爱咱人一直做工第7日一定爱休困安尼就是为着人来设立安息日的原因嘛。我参阮太太拄结婚时阵有一摆阮去宜兰的太平山去佚佗会去遐时，阮太太伊较早有去过伊讲迄个所在足水的而且毋知道大家有去过伊讲遐有一个瀑布啊，非常水的瀑布啦。伊讲我一定要带你去看我要甲我分享尾我去迄太平山了，我就感觉哇，遮空气足好的，而且风景足水的特别是迄个瀑布啦，我毋知道大家敢有去过伊迄个瀑布是喺行落去一个山谷下面。你本来伫山顶嘛，行落去一个山谷下面行真久才会看到迄个瀑布当然足水的嘛，足壮观的。但是要行落去进前，遐有徛一个牌仔啦，徛讲不要轻易尝试所以真侪人行落了少年的起来就皮喘咯。伫迄个状况下，我尾仔体会到一件代志上帝起初6日来，伊创造宇宙万物嘛。第一天创造光，第二天创造水、空气，第三天创造土地，创造海，创造植物。第四天创造日月星辰嘛，第5天创造天顶的鸟、海里的鱼，第6天创造路上的所有的动物啦。最后，上帝用家己的形象创造伊上疼痛的人。我想伫第7天上帝毋是创造亚当出来了就马上甲讲这个拢我创造的你要好好甲管理。我想应该毋是，安尼无休一切的工我想第7天，上帝应该是甲亚当讲：你注意看，这个拢是我创造偌尔水，我想要甲你分享。而且这个所有创造的物件，拢是独独为着你来创造的。上帝为着人设立安息日是无爱人一出来就工作。即日是第7日，是上帝甲人独相见，分享伊一切上美好的时刻，毋是用来限制人袂当做工的日子。耶稣来到地面上其实一直咧恢复上帝的原意特别我毋知大家你敢有注意到耶稣其实足侪时间拢会当医治人但是你有发现伊足侪个拢伫咧安息日才医治病人为什么会安尼我毋知大家敢毋知影圣经的历史伫咧犹太人因固守着较早摩西五经的遗传有问题的时阵因是安尼怎？比如讲今日是安息日即个人嘛破病要死会当甲医啦，但是袂当医好实在是严重到安尼。所以耶稣来一直要恢复即个原理一直要恢复即个原理。所以定定伊伫安息日医治病人时阵法利赛人就会议论、批评、论断。尾仔圣经讲耶稣生气，看遮个人
讲伊感觉因的心硬，感觉了真艰苦，为着因的心硬，感觉真艰苦。我真正有感动开始写即篇讲道篇时阵是因为我过去我迄当伫咧神学院上课的时阵我看到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捌挑战过伊的学生讲为啥会袂当摕香来拜上帝？香啦，香袂当拿香来拜上帝。伊讲伫咧过去的历史上以色列人是用香拜上帝，无毋对啊？你讲即摆的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嘛是用香拜上帝。伊讲为什么基督徒袂当摕香拜上帝？伊甲迄个神学生讲如果今日嘛袂当摕香拜上帝，那安尼你3年的神学白读的啊？因为是神学教授提出来一个问题互我搁一摆搁去思考到底咱所拜的上帝是啥物人？假使讲咱嘛无认捌咱所拜的是啥咱要安怎用一个对的敬拜的方式？我的体会是安尼虽然用香拜上帝，敢若伫神学顶面无啥问题历史顶面敢若嘛无啥问题，但是我嘛想要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用香才会当拜上帝？圣经是安尼讲的，咱来看一段经文。咱同齐来读来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原文内面无过这个字啦，伊其实台语是讲上帝是神啦，所以敬拜伊的必须用神、用真实来敬拜，用心灵跟诚实。简单来讲啦，什么叫心灵跟诚实？就是你爱伫咧圣神内面的迄个真正的家己啦，真我来敬拜他啦，真我来敬拜他，就是卖虚假啦，像举一个例，比如讲咱内心是毋是真正敬畏上帝？还是讲咱嘛犯罪，是毋是真正去诚实？去认罪悔改，去悔改咱的心，迄拢爱真实的。还是讲啥？讲咱艰苦就艰苦，伫上帝面头前表出咱的艰苦，还是讲咱生气就生气，软弱就软弱，迄拢是咧表明咱真实的家己啦。啥物叫虚假？比如讲，我今日足艰苦的，还是讲我足受气的，但是我袂当甲上帝讲因为啥？你知影？因为讲出来敢若无属灵。这就会变成一种虚假了。所以，信任甲诚实上重要的是，你的心是毋是真正的家己？一个真我的状态。如果咱嘛要强调讲，咱一定要摕，我要甲大家讲毋是一个外表的形式，毋是一个外表的形式。如果咱嘛要强调一定要摕香才会当拜上帝，我想迄才是有问题。而且，咱台湾即种济神明的状态传统信仰内面大家会甲牙香甲拜偶像是牵做伙。伫即件代志顶面我所看到的用香敢若拜上帝，伫历史上敢若无啥问题。但是当迄个老师甲学生讲，你3年的神学是白读的我迄当阵的想法是感觉咱可能欠缺的是迄个疼人的心。伫教会内面，我其实发现咱常常嘛是安尼啊。咱伫教会内面常常看重的是礼仪的形式，常常看重的是传统的规定。这个传统有真侪时阵有可能会变成律法，反倒等会互咱失去一个疼人的心。过去我伫咧罗东教会做同工时阵，我的母会伫罗东教会有一摆有一个敬拜的主唱走来甲我讲伊当阵伫带敬拜的时阵拄好有拄着韩国教会来访问伊迄当阵伊的衬衫伊就是第一溜甲第二溜无溜因为少年人敢安尼穿较帅气尾仔教会就一个长辈的同工就去找伊甲伊讲，你敢知影做一个敬拜的主唱你安尼穿插足见效的，而且见效到外国去。
啊，尾仔迄个兄弟吼，走来甲我讲话，伊听着安尼，心内足艰苦的，亲像倒伫甲插共款。伫遮共款吼，我要甲大家讲，我所看见的吼，凡世是一个正确穿衫的教导无毋对，但是我看袂到的是疼兄弟姊妹的心。对，亲像咱今日的经文共款吼，法利赛人伊伫食饭前的洗手吼，是为着宗教的仪式，并毋是为着卫生清气的缘故，吼，失去了传统真正的原意。进前我捌熟悉一个人吼，伫咧20年前吼，上帝引带伊去看见伊心灵的房间。尾伊讲伊看见伊心灵的房间是一间足大间的房间，啊内面吼有2/3吼，缀着一大堆的卷轴啦、册卷啦，吼，迄敢若像咱古早时代的人吼，伫读的迄种羊皮书卷吼，迄种册卷吼。啊，其中的1/3的空间吼，伊讲看到一个细汉查甫囡仔伫遐哭，啊，伊看到耶稣吼伫遐安慰迄个细汉查甫囡仔，啊，安慰完了后，迄个耶稣尾仔惊即个人，哦，尾仔就问伊讲吼，你敢毋知影遮个册卷是啥物物件？啊，即个人讲伊毋知影，尾仔耶稣甲伊讲吼，这就是你所读的律法啦。哦，伊讲律法的心吼，缀满你的心灵啊。即使吼你心灵内迄个细汉查甫囡仔伫咧啼哭，耶稣讲吼，连我拢要去互伊剪出去啊！耶稣甲即个人讲，囡仔，我的疼是起造伫咧律法顶面的，因为我的疼成全了律法。他说：“孩子，我的爱是建立在律法之上的，因为我的爱完全的律法。”亲爱的弟兄们，上帝伊从来拢无用伊的标准吼来看咱，但是咱常常拢用家己的标准吼来看别人。咱常常会感觉咱家己做会到吼，尾仔就看轻别人的软弱。但是耶稣爱咱做吼，毋是用一个律法的心去定人的罪。耶稣爱咱做是用伊疼谈的心吼去帮助别人，莫搁踮伫咧罪恶中。我头前吼所讲的迄个东陵爷20届的东陵爷，北区联合东陵爷吼，你毋知伊举办了20冬啊吼，后来举办的人其实拢无清楚吼，到底举办即个宴会的用意是啥物吼？每一届宴会结束吼，拢会开一个会哦，我毋知大家有开过哦，叫做检讨会，有开过哦。啊，恁大家有想过哦？你开检讨会拢是开啥？检讨别人还是检讨家己？拢检讨别人。所以你讲有人检讨家己，安尼足好诶。你知影？其实我逐下当去开会，我看了拢足艰苦诶吼，因为我看到一阵吼足受气诶人吼，啊尾就指责主办单位讲遮倒位出问题吼，遮倒位应该改进吼。每一个人拢认为家己是对诶吼，所以我做营长诶迄届吼，我就无爱开检讨会，我就甲因讲吼，你要检讨，你家己当去检讨。正如我头前所讲诶吼，迄个狗诶试验共款吼，最后迄两只狗其实啥物拢毋知吼，伊就去拍迄只新狗吼。其实有时阵吼，咱真正爱好好去想看觅，有时阵咱掠做咱啥物拢是对诶，啥物拢是咱较捌，就去攻击别人。若是安尼，有可能咱才是迄个真正毋捌诶人，因为安那，因为咱可能无了解天父诶心。有一摆我伫暗暝灵习诶时阵吼，我读到一段经文吼，伫约翰福音13章的31到35节，就是咱今日即段经文啦，毋是今日即段经文，是咱拄仔吼一直咧读诶经文，吼叫做新的改名啦。新的改名是安怎读诶？咱同时过来读一解吼，来请。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相疼。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毋知大家，这应该是咱每礼拜拢有读的经文对。我看咱教会遮应该逐礼拜拢有读。我要大家讲吼，我毋知影你读几届即段经文。
我迄摆暗时灵修时阵，我咧读时阵哦，我发现一件代志。我发现耶稣伫咧教示门徒的时阵吼，新的改名时阵，伊当准备要去用出卖咧。我毋知你敢有注意到，伊准备要用定十字架咧。我当一直想讲，耶稣是要去用定十字架，要用出卖，又搁要甲门徒教示新的改名。我伫咧想哦，迄当阵的门徒应该共款无法度了解到底什么是彼此相听。应该嘛还袂做到什么是彼此相听。我相信耶稣当时讲的迄段话，应该毋是干那讲互遐个门徒听，伊今日应该嘛是要讲互咱所有人会听，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相听。过去耶稣无洗手，伊甲罪人共倒食饭，伊干犯安息日，为着的是要成全律法。今日伊也要对咱所有人讲，伊的听是起造伫个律法顶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几年前阮教会失去一个兄弟伊40几岁尔，肝癌离开的。伊伫伊的生命内面，我真正看见伊是一个疼上帝、疼人的人。伊定定传福音嘛，定定为着主去做见证。伊在生的时阵，伊讲一句话，互我感觉上感动。伊讲，伊要用起初的疼来行永远的路。我发现一句话其实互我足反省的。因为为啥呢？我发现咱真侪基督徒做久了后，咱可能开始遵守济律法。咱犯的罪可能嘛变少啊，但是咱可能会感觉家己哪来哪圣洁。我毋知你会也袂啦，我过去我嘛会安尼。但是咱常常袂记哩咱起初迄个罪被赦免，咱得到迄份恩典的迄份疼，咱定定袂记哩啦。咱是安怎去互上帝赦免的？咱领受迄份疼，咱定定袂记。咱迄当初领受迄份疼时阵，咱回应互上帝的疼咱可能嘛定定袂记哩。迄叫做起初的爱啦。我想咱可能爱回到咱可能知影咱是罪人的时阵咱才会当看见耶稣为着咱牺牲的恩典以及赦免的疼，咱才袂去自义，才袂去常常定别人的罪，才会当真正去疼别人。求主真正帮助咱找回这份起初的疼，用这份起初的疼来行永远的路。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愿主你透过圣神，搁互阮搁一摆去受起你当初时对阮迄份赦免的疼，迄份为阮牺牲永远不变的疼，互阮会当找回即份起初的疼，互阮会当来行永远的路。愿主你引导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为咱所讨放的信息，大家咱来唱回应诗第173首，咱请起立吟全首恳求。因我主圣神，恳求因我主圣神，定是充满我。恳求因我主圣神，定是充满我。
请坐接咱奉献，请书献的结束。作接，咱来读今仔日个金句，咱台语读2摆。约翰福音书13章34节，来，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较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约翰福音书13章34节。接着咱来欢迎甲报告。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来到咱当中无？我来做报告。本会消息，今仔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院方差派后日教会李家如牧师前来本会讲道，伫遮我嘛代表教会来李牧师说多谢。新学教育师资的培育计划，新学生奖助合金等等的事工，嘛毋望咱兄弟会当来关心大岛奉献支持，共同承担生学教育事工，培育明日宣教人才。那今日咱本会陈牧师受派到后日教会。第二项，本会设教150周年庆典活动，那咱有几项会排定项目，那请咱兄弟来关心，也来守望，来为这个咱今年150周年的庆典的活动来守望祈祷。第三，教会150周年系列活动，第一项6月22日马街日，教会导览相关的海报，咱已经放伫个1楼。那毋望讲，咱兄弟你若有所在通去发，或者是去搭的所在，咱拢欢迎咱兄弟会当自由去摕去来宣传啊。第四，设教150周年纪念衫，教会
赠送每一个兄弟一领。那毋望咱，如果你若还袂去登记你的寸笑的人，会当伫个今仔日赶紧去登记。那登记到后礼拜日5月28日截止。第五，教会近日为设教150周年相关的活动，投入袂少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敬请咱兄弟为着这事工来关心、代祷、奉献，回应上帝的听。第六，6月初3，拜六暗时7点40要举行敬拜、赞美、培训会。那讲员是咱的慧文老师，佮参咱于坚牧师。那咱敬拜俄罗赞美团成员，咱请一定出席。如果你若有兴趣的兄弟，咱嘛欢迎你一起来培训吼。第七项，6月初4日是本会圣礼典主日联合礼拜9点，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赴主的宴舍，领受主的救恩甲活命。第八项，6月初4日圣礼典礼拜结束后，于咱礼拜堂举行6月22日拜四罗州马街日教会导览训练，请参与的同工劳部每周拜三暗时8点，咱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来守望教会。那贵价部分，咱请兄弟家己过目。团契消息，儿童主日学今仔日会堂结束了后，要举办老师甲同工的退休会。上年团契5月28日下主日台语礼拜结束后，伫教会1楼举行5月份日会。那另外，同心团契伫等下台语堂结束了后，10点40伫1楼练习诗歌。那请咱同心团契兄弟会记哩。等下10点40伫1楼集合。另外，具体相同的部分，咱请咱兄弟伫咱每一天伫灵修祈祷的时阵，会当为这个事来关心代祷。教界消息：6月初10，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进阶中职训练会，请咱现任中职即天会记哩。若恁有时间，或者是邀请大家会当半时间，尽量踊跃来参与。以上，咱续接来迎信息第402首，刷了，咱请牧师来为咱祝祷。主领带我脚步，老无你甲平安，恳求你甲我带路。若是我的因果不是正，
愿上帝话语常常存伫咱的心中，愿圣神的感动来换新咱的心思意念，愿基督的世界成做你我彼此疼的结连，愿毋望引带咱直到见主面的迄一日。阿门。